王后，大王若怪罪下来，奴婢全担了就是。奴婢告诉大王，王后对此并不知情。你们都不用担心。过了今夜，若没事，便没事了。王后怎会知道？他若真想动手，不会把这件衣服留在这儿。这是出售我的证据。你们去把这件衣服烧了，一丝灰也不要留。是。公子当的气色比我之前看到的大见好了。天见有脸，大儿总算是死里逃生。好好养伤，痊愈了，王叔教你学习兵法啊。大儿知道了。往后日夜照料公子当，也要多保重才是。多谢处离子牵挂。老臣告退了。继儿，你这是在看什么呢？娘亲给我留的功课，她要我看看我们的以往和来日。什么以往和来日？婆婆，你看，这儿是秦国，这儿是楚国。你的意思是，秦国和楚国是咱们的以往？对。那来日呢？来日在这儿。这是哪儿？这儿是巴蜀。巴蜀。月儿，继儿说咱们的来日是巴蜀，这是何意？姑姑，喝药。巴蜀占据天险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西接秦国，水土丰美，盛产粮食和丝帛。我想请大王将来把巴蜀分封给继儿，又因继儿年纪尚幼，便可以让我随同一起去巴蜀。加之巴蜀与楚国水路相通，若继儿分封在巴蜀，我们就有机会派人去楚国，让荣帝也去巴蜀，一家人得以团聚。月儿，你是想带着继儿离开秦宫？我想了多日，这是我们求得安稳的唯一出路。继儿，你愿意跟着你娘亲出宫吗？我听娘亲的。若有一日让继儿自己选呢？我还是听娘亲的。拜见大王。坐。是。不知大王宣臣进殿，有何事商议？你看看，王后上书于寡人，说是诸公子年岁不一，且生母出身地位荣宠不一，皆是寡人之子嗣。恐有以其年长，以其母族，以其荣宠，而后得封地。年少未见者无人直言，因此想借来年元日大吉，为诸公子分封藩地。这是好事啊！王后此书
乃贤德之举。不管起因是什么，总归是件好事。若是王后能稍补公子当好武厌文之不足，母子相辅相成，大王也可放心了。你是秦国大宗伯，主管宗室事务，这10多位公子的分封之事，就由你来做个谋划吧。臣遵旨。王后如今的心思真是越来越缜密，此刻不提立储，却上书分封。她就是想让大王把年长的和有军功的公子也都分封出咸阳，这样就没有人跟他的儿子争太子之位了。夫人要快想办法。华儿在秦国的旧族当中甚得人心，旧族们若能同心协力举荐，大王也不得不忌讳几分。那就赶快联络那些旧族们。恐怕已经有些晚了。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了。谁说的？王兄来信说，仪儿已启程多日，我估计就快到咸阳了。魏仪，夫人的亲侄女。无论是在魏国，还是在秦国，她都是无出其右的绝世佳人。八子，张相，莫不是在此特意等候我？听大王讲，张子要来承明殿，芈月特意在此等候张子。还真是特意等候啊！何事相告啊？前几日听大王偶尔讲起，说有一个叫李冰的大夫，经过对蜀地的考察，上了一道奏折，说是想在巴蜀的都江一带去兴修水利。不知道张子以为如何？若真能在都江之上兴修水利堰渠，自然会大力提升粮食的产量。功在当下，利在千秋。只是大秦久战贫瘠，中枢财力不足，就眼下而言，暂时行不通。那朝中还有谁赞成这一主张？司马错将军对巴蜀之事一向兴趣浓厚，说若是治理好了巴蜀，大秦就有了信心争霸天下。他自请镇守巴蜀，还要带上李冰等人。那大王有没有说过，要派宗室之人去管理巴蜀？过上一阵子，等巴蜀的人心稳定了，大王自然会分番亲属。芈月怎么会对巴蜀之事这么上心呢？啊？继儿眼看就要9岁了，我不得不为继儿做些打算。张仪已经为芈月和公子季做了打算。芈月见张子，也是为了求张子一事。何事？求张子切切不要到朝堂上议论储君之事。若一定要说，那就把继儿剔除在外。公子季是生就的贤王之才，你是他娘亲，竟然视而不见。求张子帮芈月这个大忙。若是别的事，1000件为应你了，但此事事关大秦的千秋霸业，岂是张仪一个人说了就了了？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王后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王后，我有话要与王后说。说吧。我的继儿
绝不会与公子当争储位。你我已经如此，争不争已不相干了。我希望你我仍是姐妹，继儿和当儿仍是兄弟。两虎相争，是不是姐妹兄弟又如何？我需要王后的帮助，让继儿分封出咸阳。什么？让继儿去巴蜀，我们母子从此远离秦宫。这不会是你的真心话？芈月此刻没有比这话更真心的了。王后若是相信，就只管向大王进言。昨日听说，那个魏夫人的侄女来了，是个绝色美人呢。魏夫人的侄女来的真是时候。这2日，宫里流言虽多，但大部分还是跟分封有关。凡是流言，都有起因。人家都在想法子争一把，你怎么提都不提一下？定数全在大王手中。争又有何用？只是大王见了我，从不提分封之事，这让我有点忐忑。你是说，或许大王不肯把继儿分封到巴蜀去？我是想说，或许大王根本就不想让继儿出宫。好颜色。大王说的是什么？花如桃李。深秋季节，菊花丛中却开出桃李，是不是有些古怪？也说不定是世外仙书啊。若真是世外仙书，必不带凡俗之气，也不会落到寡人的花园里来。小女子魏仪拜见大王。你不是秦国人？我是魏国人，前2日才到咸阳来看望我的姑母。你姑母，魏夫人？正是。你在此处做什么？姑母一直有心口疼之症，听说用这种黄花煮汤喝会有所缓解，所以才摘了一些。太医院有的是治好的药材，何须你亲自来采摘？听姑母说，姑母虽贵为夫人，但是人老珠黄不被看重，所以太医院的药材也不好再三去药。人老珠黄？不会吧？人情冷暖，这也是常有的事啊。你倒是看得开。后宫就是这样啊，攀高结贵的。不一定是这样的。那会是什么缘故呢？也许是因为华哥哥在大王的公子当中十分出众，所以姑母遭人嫉恨。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。真话而已。时辰不早了，姑母该惦记了，仪儿告退。上面，再往上点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你别捡了，快，你也打。对对对，就是那。哎，好。小孩，这枣甜吗？哎，问你话呢。啊，甜。那我能尝尝吗？啊。真甜啊！哎，这棵树上的枣啊，是宫里头最甜的了。你喜欢，多吃点。
只有我知道，这宫里头啊，哪棵树上的果子最好吃。那你告诉我这些树在哪儿，我也去摘。我是魏夫人的侄女儿，要在宫中住好一阵子呢。还是我摘了给你送过去吧。那就谢了，小孩。哎，我不是小孩，我叫银通。寡人对魏夫人真的刻薄寡恩吗？这小丫头说话口无遮拦，大王不必往心里去。论华儿在众公子当中出众这话，倒有几分道理。华儿作为长子，甚为寡人喜爱，有军功，有担当。你说，他跟寡人提起魏夫人和华儿，是有心还是无意？能与大王如此巧遇，怕是有备而来。这么说，他是特意在那里等着寡人的。他是想为魏夫人和华儿说情。寡人明白了，原来这华如桃李的小女子，也是为了寡人身后之事而来的。把它搅匀，你这也是从底下翻上来，要均匀。来，给我舀一碗，我尝尝。姐姐，大王，你来了。寡人有口福了，老远就闻着桂花稠酒的香味儿了。大王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呀刚刚酿了几坛子酒，待会儿你带回去。什么时候把你这门手艺传授给宫中的奴婢们，省得我老远的老是往你这里跑。你别糊弄我了，大王到我这宫里来，不是只为了这桂花稠酒吧？什么也瞒不过姐姐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的公子们终于要分封了。关于分封，我已经让处理子去谋划了。公子们都长成了，有些个还军功在身，总不分封出去，也说不过去。不过朝堂内外的诸人都把这分封看成是立储先兆。是不是先兆，还不是全凭大王您的心意。虽说楚军该与分封无缘，但是诸国的公子中，先分封后立储的，并非没有先例，只是多些个周折罢了。姐姐说的是啊。来，大王，你快尝尝我亲自酿的这桂花稠酒。来，好。很香啊。年轻漂亮，这首饰都是多余的。父王说，姑母年轻时走上大梁街头，万人瞩目。哪有那么夸张呀？人这一辈子，谁没有过如花似玉的光景呀？只可惜，岁月不饶人哦。哦，对了，昨日永相令向各宫派东西，特地让彩萍多拿了10几匹色泽亮丽的锦缎回来，说是大王赏的。那日仪儿当面向大王诉苦，或许大王心有所感，那些锦缎就是为了体恤姑母的。这漂亮脸蛋子说话就是管用。要是大王能替华儿着想，让华儿留在咸阳，仪儿该说的，那日都说了。见面3分情，姑母还得想想办法，让你和大王再多几次不期而遇。初离子已将分封的安排递到大王那儿好一阵子了，大王那儿却一直没有音信。
不会是西边那个人在大王处作梗？西边哪个人？婢子胡说，王后恕罪。以后别再说东边西边的了，能够河水不犯井水就好了。起来吧。谢王后。他说自己的孩儿不贪图王位，愿意分封到巴蜀去。此话虚实难辨，暂且当真吧。可魏夫人那儿又来了个美人，被人说的跟天仙一样，真是前有虎后有狼。过几日就立冬了，让荡儿把新学的拳法好好练一练。立冬之日，我把大王请来，让荡儿打给大王看。是。大王，外面太冷了，烤烤火吧。是。看这天，要下雪了。下雪好。瑞雪兆丰年。有什么话说吧，别欲言又止。臣弟已将朱公子封地的安排交给大王多日，不知是否妥当，还请大王示下。是啊，此事也该要做了，不然谣言会淹死人。寡人看过了，只是奇怪，为何只有名册和分封之疆域，却没有拟定谁分封在哪里？此乃君王之权，臣弟不敢擅专。臣只是依朱公子的人数，列出秦国还未分封的地块，请大王自专。寡人知道你的为难之处，就不勉强你了。这众口难调，就连寡人自己一时也难以决断。只怕这段时日，到你府上门游说的人不少吧？臣不敢。虽然有些争议，但终究是口舌之争，争多争少而已。是太平之争，倒是好事。不错不错，太平之争，确是件好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来这边。这块地处于赵魏之间，面积广大，是块好地，可以给是。这块地给公子封，这里给公子运。巴蜀乃新征服之地，虽然地域广大，但却是崇山峻岭，险恶难治。楚离子，依你之见，该派何人前去？臣以为派公子季去为好。巴蜀险恶难治，寡人以为你会建议年长公子前去。巴蜀情况复杂，纵然年长的公子，也未必能够处置妥当。公子季虽然年幼，但这次领兵进巴蜀的主将司马错、监军张仪皆与其母族交好，副将魏冉更是其舅父。再加上巴蜀连接楚国，其母芈月聪明过人，她熟悉楚国的环境，却又与楚王不和，正可与公子季有所帮助指点。臣以为派公子季去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似乎有些道理。
臣弟僭越了。你我兄弟，何必如此？起来吧。今日先到这儿，把刚才提过的这几个名字和分封之疆域，暂时封存在金柜之中，等议完后，一起颁旨。剩下的，可以过些时日再议。是。当儿的拳脚功夫的确深厚。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，当儿勤奋，处理子他们督促有方，总算是有些长进。父王，当儿过来，喝杯酒。谢父王。看你满头的汗，去换身衣服，省得受风。是。当儿渐渐长大了，也能为大王分忧解愁了。他们长大了，寡人转眼老了。大王春秋盛年，只是不必再那么辛苦，也该让宫里的嫔妃们好好为大王尽尽心意。臣妾听说，前阵子宫里来了个魏国美人。王后的耳目好灵啊！不知那美人是否合大王心意？王后真是用心良苦。大王，王后慢慢喝吧，寡人走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天色已晚。不晚，寡人看看芈月去。恭送大王。许久不吹，都生疏了。寡人还记得第一次听你吹排箫的情景，那是你头一次真正住在成明殿。那支楚曲余音绕梁，让寡人难以忘怀。只不过是一首民间野曲，可寡人喜欢。今日晚了，大王若是喜欢，鱼儿明日再吹。过来，到寡人这里来。寡人是不是老了？大王正当盛年，可寡人老是想起一些陈年旧事，
心肠也比过去软了。说起来，宫里的公子公主并不少，看着他们一一长大，论牵挂，当然是嫡子。也许要多花点心思。只有继儿，才能让寡人舒心开怀。宫中公子公主们大都敬畏大王，只有继儿迟钝。并非如此，寡人觉得继儿单纯善良，聪慧正直。也许他就是寡人心里期盼的那个人。你是继儿的娘亲，怎不为继儿做些打算？臣妾是有打算的。那好，说来听听。听说大王近日正谋划分封各公子。不错，丫头想为继儿求封属地，还是想让继儿留在宫中？臣妾若是有所求，大王能答应吗？那就要看你是否和寡人心里想的是一样的。臣妾请求为继儿求封巴蜀之地。什么？你想为继儿求封巴蜀？是。臣妾想为继儿求封巴蜀。为什么？当年攻下巴蜀，继儿有功，大王让我为继儿讨封赏，就当是大王赏赐继儿的。寡人说过，从不赊账。你起来吧。继儿不想留在宫里。是继儿不想，还是你不想？告诉我你的真心话。寡人不准。大王若是不允许，臣妾不能起来。继儿是王儿，寡人对他另有打算。继儿资质平庸，不堪造就，望大王开恩。你该知道这些年，你和继儿在寡人心里的分量。但你要明白，我属意继儿，并不因为我与你的情谊。芈月，你太让寡人失望。大王去那边多久了？快1个时辰了。好像好一会儿没听到箫声了。王后，大王走了。走了？大王是突然走的，看起来很不高兴。月啊，你本是聪明伶俐之人，今日你为何不借势借力地将事情缓缓道出，偏要横冲直闯，得罪大王？这种事情，若不道个一清二白，只怕大王会误解了我的心思。可你的心思恰恰违背了大王的心思。话总要说出口的，让大王早些明了，比蒙在鼓里好。以大王的脾气，
只怕是不会应许的。假以时日，却是有可能的。大王，这么冷的天，你为何站在这儿？让寡人有眼福看到一幅雪中美人图。姑母说这宫中种了许多腊梅，我带人出来寻了一个时辰，只见树不见花，只好不得而归。宫中的腊梅都是从汉中和秦岭移来的，今年的花期似有些晚了。等花开的时候，我会派人送些到你姑母的宫里去。这些年，你姑母精心养育华儿，寡人的孩儿当中，属华儿军功最多。谢大王恩宠，不过这腊梅就不必送了。这宫中人多嘴杂的，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，一儿还是自己带人去摘采吧。宫里难道有什么闲言碎语吗？大王耳力不好。折腹成城，折腹倾城，一绝折腹，为消为痴。这不是大雅瞻昂吗？是啊，这几日宫内外到处都在传唱它。真的吗？大王对你有意呀？什么有意呀？不过是说了一句雪中美人图罢了。哎呦，傻丫头，在你眼中一文不值，在别人眼中可顶得上千军万马呢。大王说姑母养育了华哥哥，在大王的孩儿当中，就属华哥哥最争气。大王还说要给姑母送梅花来呢。啊，大王真这么说的？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华儿有望了。姑母要当心，外面传的那歌谣，是不是就是冲着姑母来的呀？不用管他，有大王的恩宠，外面的人就算唱破嗓子，又能如何？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痴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
生死再相负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大王，张子来了。大王，张子坐。张子是咸阳城里耳目最灵的人，这2日可听到咸阳城里一首歌谣？大王说的可是“蛰伏成城，蛰伏倾城”啊？聪慧的男人闯天下，聪慧的女人乱天下。说的是周幽王宠信褒姒、废嫡立庶之事。大王对这首歌谣怎么看？似乎有所指。既然传得满城到处都是，只能有一个目的，是想把它传到某一个不容易传到的地方去。比方说，寡人的成名殿。大王的后宫不缺聪明的女人，但这蛰伏倾城的歌谣后面还有另外2句，不知道大王听到过没有？哪2句？腹有长舌，为利之阶。女人舌头长，灾祸从天降。哎，女人少了无趣，多了让人避之不及。难怪孔子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”大王这话里有话，弦外有音啊。有什么音？有。好了，还是说回正事。近几年大秦连打了几次大战，威慑住诸侯以后，接下来就要稳定疆域，休生养息。张子对此有何看法？微臣以为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放在3个新收服的地方，一为巴蜀，二为义渠，三为河西之地。寡人宗室分封，难也难在这3个地方。大王已成年的公子当中人才济济，该不会周旋不开吧？你可能不知道，芈月提出想让公子季分封去巴蜀。也是啊。这义渠河西之地，确实没有巴蜀更合适公子季。公子季尚未成年，那巴蜀山高路远，对他就合适。芈八子寻不到比巴蜀更好的去处了。芈月不想留在咸阳宫，不想留在寡人身边，如此举动，实在出乎寡人意料。那是芈八子对功名利禄从无所求，这也是我看中他的地方。这也正是他惹怒大王的地方。其实大王无需烦恼，后宫的女人说的再多，也都只是一厢情愿，最后定夺还是要凭大王的一句话。大王到！臣拜见大王。免。元日大吉，寡人要与众臣宣布诸公子分封之事。寡人的公子们逐渐成年，到了该为大秦镇守疆土、随从作战。
交纳共赋而尽职守的时候了。元日大吉，今日辞旧迎新，这茭白酒远胜往年，百叶和花椒选的都是宫中极品。我祝各位姐妹吉祥如意，富贵平安。祝王后富贵平安。媚儿女自有媚儿女的好处。魏姐姐，童儿还小，你说会不会这次也把她分封出去啊？妹妹放心，有人比你更不想让儿子分封出去。姐姐说的可是魏夫人，可我看魏夫人是胸有成竹，好像稳操胜券的样子。有些人就是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。哎，要真能像她那样，图个自己安心，那也就好了。今日大王在宣示殿向众臣公布分封大事，芈月妹妹仿佛事不关己呀。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何况诸公子都是大王的亲生儿子，难道大王还会亏待了他们不成？手心手背还两般待遇呢，我就不信你心里没有一点打算。不过这一阵子妹妹往大王处走动的少了，不见君面，君自然寡淡，想向大王求情，估计也逮不着机会吧。妹妹还真不知，原来姐姐的恩宠都是求来的。在大王面前自作聪明，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大王一向恤老怜幼，公子既这么小，这次分封只怕是轮不到你了。王后的奏折求的是为诸公子分封藩地，该是人人有份的，为何公子既无份呢？继儿若是能与其他公子一同分封，那是继儿的福气。大王子嗣繁盛，我请求大王分封，就是为给众姐妹们求个天公地道，不偏不倚，人人有份。说得好听，那是人人有份；说得不好听，那可是把人人都算计进去了。魏夫人，你错了，大王岂是任人算计的？在这后宫，你我谁都做不了大王的主。今日大朝会，大王会在殿上颁诏，也应该有消息了吧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妹妹放心，王后早早就将珊瑚派到前面去了。啊，姐姐急也没用，该来的跑不掉。我总觉得心惊肉跳，觉得不祥，仿佛生死攸关。已经这样了，倒不如学学八字，看他样子，仿佛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颁诏了，颁诏了！王后，颁诏了！大王是如何分封的？回王后，大王今日分封了立有军功和已经成年的公子。公子华封衡门军，唐夫人的儿子公子焕封蜀侯，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封岳阳君，公子运封蓝田军，公子壮封蓟军。就这些公子，没有其他人了吗？你听到没有？没有通儿，没有通儿，我就安心了。魏夫人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恭喜你们了。为何把我焕儿分封到千里之外的巴蜀？恭喜姐姐，巴蜀可是个好地方。这几位公子中，属你们公子焕的封地最大，这可是好事一桩啊！多谢妹妹。恭喜王后，公子壮也得到封君，不枉王后多年苦心养育。公子季留在宫中也是喜事，还望妹妹
对姐姐以后多多照应。夫人，夫人息怒。大王不公，要么都分封，要么都不分封，为什么偏把我华儿分封出去？夫人息怒。姑母不要过分伤心，华哥哥走了，怡儿会一直陪在姑母身边的。华儿是我的命啊，她被分封出去，再想见一面就难了。八子，恭喜公子分封为衡门郡。公子的封地富庶，离咸阳又近，只怕朱公子人人都要羡慕你了。所以嬴华要去向父王谢恩。此外，嬴华还要特别恭喜八子。我有何事可恭喜的？恭喜公子季没有被分封出宫。公子，这是何意？八子知道我的意思。这公子华是什么意思？这也怪不得他，只怕别人都会这样想的。楚离子，甘大夫。楚离子，你可听说昨日大王召太医进殿了？往年春秋换季，大王都犯咳疾，但吃几副药就好，不必过于担心。大王春秋虽盛，但国本不利，终究让朝臣们无法安心。数日前，甘大夫命人把那首《大雅瞻昂》在宫内外传唱，恐怕朝臣们更无法安心了。楚离子为何以为是我做的？甘大夫不要忘了，神仙做事也是有迹可循的。幸好大王没有太在意，不然当心作茧自缚。甘茂凭良心说话，那褒姒只不过是个包国献来的普通女子，就能杀死身后夺嫡。这宫里头有些人的心性比褒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是指芈月还是魏夫人？魏夫人早已不在大王心里，不足为患。芈月出身低微，不可母仪天下。但是大王溺爱公子季，疏远公子当，这次分封为了掩人耳目，留下公子季，大王竟然把未成年的公子们通通留在宫里。这一旦公子季得势，这芈月必定趁势祸乱纲常。甘大夫不是不知，芈月曾请求大王把公子季分封出去，但被大王一口回绝了。那是欲擒故纵，真是令人担忧。芈月本无夺位之心，但大王似乎真的对公子季动了心思。看来真要另寻办法了。咱们楚国的公主果然个个如花似玉，可我看都不及王后当年的风采。那时宫中的公主们比起俊俏，个个输给王后，就连那脾气最刁钻的殷公主，论起相貌来，也不得不对咱们王后服气。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我们这辈子算是过去了。提起那个芈殷，虽然她个性刁钻，总算也嫁出去了。说是嫁到了燕国，做了国相夫人。王兄来信还提起到她呢。国相是个老头吧？
算起来，殷公主年纪也不小了，燕王还是个小孩子，国相可以一言九鼎，一定是有权有势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秀外慧中。我怎么觉得看着还是刚才那个好？这个看上去太弱不禁风了。还是这个好，神仙玉骨，楚楚动人啊！王后说好的，那一定是最好的。奴婢是看花了眼了。可无论哪个公主被咱们公子看上，那都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咱们公子是谁啊？根本用不着着急，慢慢挑呗。谁说不急呀？自从分封，宫里成年的公子大都封了出去，可太子一事仍无着落。甘大夫说，只有当儿先成亲，才能促使大王做决断。可咱们公子还小，尚未行冠礼。咱们大王也是未行冠礼就娶了亲的。当儿是大王唯一的嫡子，当儿成亲，那是举国大事。到时候大王若再不立太子，朝堂上下都交代不过去了。怎么了，姑姑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是姑姑自己在生自己的气。这是为何？昨日我看到园子里的李子快熟了，就提了一句想用蜜糖腌制李子的话。今儿香儿他们就带着继儿去园子里摘李子，李子树高，全靠继儿用鞭子打下来。结果香儿他们还没来得及捡，就被那帮跟在公子当身边的力士莽汉抢走了不少，弄得继儿沮丧得很。那继儿有没有和他们争吵？继儿本来是不服气的，但因为你曾嘱咐过他，出门尽量少惹事，他就忍住了。继儿听话，但有时过于听话，反而显得懦弱了。这怪不得继儿，想出宫出不去，留在宫里，除了忍着，还能怎样？摔倒，摔倒！好，公子大勇武无双，公子大实力，人别，吴霍、孟文，你们再接着练练。好，是。公子，王后说你今日练完功就去交房殿，她有事找你呢。不去。哎，公子，我好不容易出来散散心，你又来烦我。公子，小的知道你跟这些力士们投缘，可王后真的是有要事要找你啊。当儿，给母后请安了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是一头一脸的汗呢？冯甲在。一会儿给公子把这衣服都换了，这都湿透了，别着凉了。行了，母后找儿臣来有什么事啊？快说吧，儿臣忙着呢。你忙什么呢？向王叔他们讨教图谋天下的策略。哎呀，说了母后也未必懂。可我听说，你最近从市井招了很多力士莽汉，和他们摔跤举石锁，还决力徒手相搏。你可是大秦未来的太子，身子金贵，岂能总和那些粗人们厮混在一起？若是一个不小心，他们再把你给伤着了。哎呦，母后，我大秦以军功立国，我自当身先士卒，勇冠三军。既然那些勇士是儿臣亲自招募来的，若不能与他们同甘共苦，如何收复人心呢？而且父王不也一样吗？日日习武，亲自上阵。为人君主，除了勇冠三军，还应睿智仁慈。先生让你读的《礼记》《周易》和《左氏春秋》，你都读完了吗？你父王可不喜你只是一介武夫。先生让读的书，还是日日在读，只是那些书读了让人打瞌睡，还是难免读得慢些。行了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母后叫你来，是有些东西让你看的。来，坐下。
这是干什么？暮色方知少爱，我的蛋儿长大了，是到了该议亲的时候了。你看看这些画像，来，个个都是蒲柳之姿，都不喜欢啊。这些可都是楚国的公主。来，母后啊，觉得这个还不错。哎呀，算了，儿臣的婚事以后再说吧，母后就不用多事了。哎，荡儿，荡儿，公子的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倔强，连王后的话都听不进去了？这事也不能怪他。几年前那次杀人风，将荡儿的身子伤得太狠，痊愈还需时日。一味地围着他的心意，他心烦了就更听不进去。慢慢劝吧。公子若是连这些楚国公主都看不上，他是想要什么样的美人啊？什么样的美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荡儿娶的是楚国的公主。秦国与楚国亲上加亲，公子们争夺楚位，荡儿又比他人多了一份筹码。珍珠，去把信使召来，我要写一封家书给王兄。是。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王后说，让小的跟着公子，随时伺候，随时听从吩咐。我吩咐你现在就给我走开。小的知道公子烦心。我烦心是因为你太多嘴。小的该死。真是该死。哎，公子，那边就是披香殿了。披香殿又如何？那是魏夫人的住所，公子去不得。去不得？就算是天神地仙的住所，我想去也去得。公子啊。是什么人，竟敢在此偷窥于我？在下偶尔路过，情不自禁。好一个情不自禁，瞎了你的狗眼！哎，公子，这没事吧？啊！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怎敢打我家公子？公子？什么公子啊？自然是嫡公子，王后的嫡公子当。冯甲，你与贵人说话客气点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呀！哎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那么多嘴啊？公子，你是喜欢这女子？废话。那小的替你去打听打听。哎呦！姑母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刚刚在殿外弹箜篌，不料来了个狂徒出言调戏，我就用枣子砸了他的头。谁想到那个人竟是大王的嫡子公子荡。
教训得好。这披香殿明明是大王赐给姑母的，怎么会让公子当闯进来？大王把这披香殿赐给了姑母，别人自然没有胆量来。可是那公子当不同，他是大王的嫡子，王后对他言听计从，有一心想捧他做太子，让他养成了横行霸道的脾气。除了大王，谁敢招惹他呀？他真的会当太子吗？唉，这太子之位原本是华儿的，可如今华儿被分封出去了，公子当又有王后做后台，眼下不好说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秦国的天下有一日会落到公子当的手里。怡儿，你若能让大王回心转意，这天下还是你华哥哥的。怡儿尽力了，但成效不大。大王的心思说变就变，你年轻貌美，有的是机会。也罢，这2日园子里你就不要再去了。若是那公子当再来挑衅，你不妨告诉他，就算你能饶了他，大王也饶不了他。是，姑母。大王，喝口水。这水的滋味不错，是位于那个女子送来的，说是用竹叶煎的水，去火最好了。大王，您觉得位于那个女子怎么样？明艳动人。那为何不纳她为妃？老奴不懂。她那脸蛋后面有些东西，寡人看不清楚。这竹叶水，寡人不喝了。是。太医说，寡人阴伤气耗，过分清火，只怕也不好。既然大王看不清楚，老奴就更是老眼昏花了。大王，这儿还有贝母梨羹，是米八子听说大王久咳不愈，特地派人刚刚送来的，您尝尝。芈月，好久没有来过成明殿了。是大王不让他来的。是他要诚心远着寡人。哪能呢？回头大王下道旨，让他日日到成明殿来陪伴着大王便是了。没用的。寡人说的是，他的心离寡人越来越远。不看了，出去走走吧。是。大王来了。大王，免礼。你看你，继儿都这么大了，你还在园子里面弄得一手泥污，宫中的人都说寡人最宠幸你。这话大概除了寡人自己，谁能相信？大王认识我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。眼下大王是巴望着我变得和以往不同，还是和从前一样？你呀，
寡人是心疼你这双手。月儿受宠若惊。寡人不要月儿受宠若惊，而是大王之意，月儿明白。是什么香味儿？月儿从来不熏香。不是熏香，很提神啊。是不是这个味道？不错。这是什么药材？这叫银丹草。前些日子，女医治告诉我，说园子里有一味草药，气味清香，提神解郁，还能够防治蚊虫。臣妾问出了草药的名字，想多采一些做成香囊，让继儿和交房店的人都能配在身上。它真的有防治蚊虫之功效？多少有一些，至少求个安心吧。好，寡人喜欢这味道，给寡人做2个，送到成明殿去。是。今晚就送过去。是。大王，咱们还要不要在这园子里再逛逛啊？不用了，回成明殿去。老奴看这园子还真挺好的，这才逛了多大一会儿啊，就感到浑身精气神儿倍儿足。老东西，成精了。公子，这丫头果真每日这个时辰在这练箜篌啊？没错，有人看见她，说4、5日了。哎，她那么野，怎么可能是魏国公主啊？魏王是她的父亲，魏夫人是她的姑母，这还有假？哦，哎，能被公子看上的女子，真不知长得何等模样啊！羞花闭月，仪态万端。公子，她可是拿枣打你来着？哎呀，这正是让本公子最心动的地方。敢打本公子的人，这世上除了他，没有第2个。而且就算他用枣子丢我，那也是身轻灵巧，矫若游龙。公子，你看谁来了？嗨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跟你说话呢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不干什么？你这枣不错。别动，这是给公主的。公主？哪个公主啊？不关你的事。公子，他可是进了披香殿了，他也敢打那魏国公主的主意。哎，你们听。彩萍，叶公主，外面那些人走了吗？没有。这些蠢货。彩萍，你钓过鱼吗？奴婢没有，但奴婢见过别人钓鱼。
王后，那魏夫人的侄女怎么还没走？不是已经分封完了吗？大王好像对她也没有特别在意。听说她是魏王最宠爱的公主，魏夫人与其长兄魏王的感情极好。公子华分封出去，魏夫人就病了，所以魏王就让他的女儿留在披香殿里侍奉魏夫人。哼，简直闻所未闻！一个未出嫁的公主，为了一个早就嫁出去的姑母，千里迢迢来到别国，一住下就不走了。这分明是魏夫人设下的圈套，想让这个女子来勾引我儿。封家，荡儿平白无故的怎么跑到披香殿去了？他一心向武，只结交天下豪杰，怎么会跟魏国的女子有了瓜葛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的真的不知。你不知？我让你整日的跟着公子，你是废物啊！小的该死。王后息怒，既然那魏夫人有心算计咱们公子，只怕王后再派多少人跟着公子，也都无济于事。真不知廉耻，斗不过王后，就拿公子下手。还休想！荡儿是我的荡儿。这是你的针线。玉儿心笨手拙，大王不嫌弃就好。香囊如此精致，寡人疑惑，你是如何敢做出来的？神仙飞针也做不到如此迅疾。这香囊是前2日就做好了，只等采了银丹草后，给大王送过来。月儿果然巧手。配大王的服饰，若有一抹黄线，就更好了。月儿还牵挂着寡人吗？怎能不牵挂？那你为何还要带着继儿离开咸阳？月儿除了牵挂大王，还要牵挂的事情太多。寡人知道，那起杀人蜂的意外，一直让你心有余悸。是。你认为，即使留在寡人身边，也保不住你和继儿的平安。月儿是大王的人，为大王百死而无憾。只是继儿尚未成年，宫中太子位分不定，难免人心浮动。有人为了储位为难继儿。月儿只是说常理，大王多想了。既然你今日说起太子之事，寡人就跟你说说太子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，人间苦，却
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凭尽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